在地人在地前来看今年的年初，有民众伫台南的安南区发现一只走线的水牛，经过一段时间拢无人来认养，所以就由农业局的老牛之家甲收留。结果发现这个水牛有心，即摆是顺利生下着牛宝宝。管理员甲号名号做阿喜，即摆阿喜伫园区内健康快乐地成长。 台南市政府农业局设立的老牛之家，专门伫咧收退休的老牛。今年有一只水牛带回来，伊叫做阿辉啊。阿辉啊，今年初伫咧安南区互发现，无人来领养，所以互送到老牛之家。佮发现阿辉有心，互大家是介欢喜。这只阿辉啊，伊老母也做阿辉啊，伊是今年正月28日来。 这只阿喜伫咧7月30日平安出世。不过因为老牛之家是专门伫咧收退休的老牛，惊阿喜住伫咧遮会无适合，考虑到伊还未当兵，所以阿喜会暂时先住伫咧遮。伊应该是以后会留伫遮啦，因为因的意思应该留啊。阮有暂时我号一个名，号一个名叫做阿喜啊。看到古水阿喜对伫咧妈妈阿辉仔的身躯边，未免是烧热佮温暖。欢迎大家会当来到柳营老牛之家看牛，嘛希望阿喜会当健康大汉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